讲到目前呢，这太平洋顶悬有3粒风台，其中一粒叫做华加沙呢，这气象署表示讲呢，登陆机会有较低，不过强度有继续在咧变强，无排除变做是中度或者是强度的风台。如果后礼拜一到拜三影响台湾是上界明显的时阵，到时呢，这花莲、台东、高雄、屏东也有宜兰的山区，雨会落真大。有民众翕到因为连日大雨，和屏东县淡落的八里凉山北岭东面放弃，大量号召一直放假为民家人。互人欢喜是目前伫太平洋有3个风台，其中华加沙风台虽登陆几率无悬，不过因为有7号线会通过巴士海峡向台湾南平通过，包含东半部甲高屏地区，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三透早拢会注意强风大水雨，持续朝偏西北西的方向前进。那在这一段过程呢，它的强度也会持续的在增强，不排除会增强为中台上限，甚至是强台等级。那在这段过程呢，也可以看到，在下周1、2及下周3是距离台湾最为接近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呢，对于台湾天气影响最明显。气象署预测半日暗时华加沙风台外围分下到位。桃园以北计划可能出现短暂阵雨，或者是雷雨。下礼拜二伫东半部基隆甲恒春地区，支持大雨愈暗风雨也愈大。到下礼拜2到下礼拜3透早，爱细致强风大水雨，各地风雨上明显。其中，估计华东地区、基隆甲高屏山区可能出现大水雨以上雨势。到下礼拜3之时，对台湾的影响才会到达离开。这个路径来看的话，最需要注意的还是在东半部地区，大台北往南然后一直宜兰、花莲、台东，然后屏东、恒春半岛，甚至到高雄、台南这一带地方，可能都比较需要注意，因为这个台风环流还蛮大的，水汽会多，而且降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。所以目前太平洋顶悬有3个风台，不过气象署表示，远型风台对台湾没有影响，米塔风台向广东方向行，对台湾天气影响愈来愈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